弟兄姐妹平安，我们今天要来读以赛亚书第9章第8节，一直读到10章第4节。其中10章第4节这样说道：你们要不是死在战场上，就是被俘虏。尽管这样，上主的怒气没有停息，他仍要举手来责打你们。哇！这个景象实在让以赛亚先知心里非常的痛。他领受了这一些，尤其是他的儿子所预表的是即将发生的事情。在第8章3节记载着，以赛亚他帮他的儿子取名叫马黑尔撒拉勒哈斯巴斯，意思就是说快抢速夺，也就是亚述帝国他们将要很快速来抢夺大马士革和撒玛利亚。就是主再次来宣告这个信息，是因为北国的这些王国他们不断的来犯罪。经文可以分4个部分4个段落，而却是同样的说着上主怒气没有停歇，他要举手来责打他们。我们看到这4个段落，其中第一个就是以色列他们骄傲自大，自以为是的夸耀他们所拥有的。第二个是说上主他惩罚以色列人，但他们不悔改。第三，先知他接着描述他们罪恶滔天，好像烈火蔓延一样。第四，这些这个控诉官长他们制定不公平的法律来压制人民，图利自己，剥夺穷人的权利，而侵占了寡妇和孤儿的产业。人民的骄傲把神放在远远的，以为神不知道，但神怒气来了，而且神的怒气是因为以色列他惹动了神，而以色列人他的光景是要遭遇到苦难。神用火烧森林的这样景象来描述耶和华愤怒时的这个光景，临到所有的百姓，要像这个火柴一样，一下子就来烧掉了。亲爱的弟兄姐妹，我们的主他要惩罚，他的怒气会到这样子，是因为人不愿意悔改。神所关心的，但这些人都不关心。神所关心的是公平，是公正的，但是人不关心也不做，反而去做那一些神所不爱的，用不义的律例，甚至于是那些奸诈的判断的语气来管理犹大国。犹大国面临这样的困境，是因为上层从上面就来得罪神，犯罪。所以神说他的惩罚就要临到，神的审判必要临到，他们要被抓、被掳、被杀。就算这样，神的怒气仍然没有消除，因为神非常的生气。亲爱的弟兄姐妹，今天读到这里，心中实在是非常的沉重。我们呢，神的生气是要我们回转悔改，愿我们不要让神这么生气，好吗？神要的是我们有悔改的心。我们一起来祷告。主啊，求你赐给我敏锐的心来聆听你的话语，并快来悔改，用行动促进社会的公义的落实。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，阿们。愿我们今天活出神的公平公义，用我们悔改的心活出今天每一个时刻。我们明天见。